基本上我是看人讲的啊，因为安怎讲？台语传承这物件最重要，但是问题是，爱伫开台的时阵，你爱对有兴趣的人讲，因才有兴趣听。啊，不然拢讲因听无法度，靠呀！哇！我毋是啊，靠呀！毋是啦，毋是迄毋是接受的问题，迄是传承的问题。因为即摆台语，我是想要推广台语啊，我袂记啊，敢是3档前哦，3、4档前迄个时阵，我迄个时阵佫有一个台语聊天室，就是你若伫聊天室，你若伫聊天室内底拍华语，就是拍中文，伊会讲台语，迄个物件，迄物件是工研伊的物件，但是即摆无啊，迄我记是也是真，所以就可惜。如果迄个物件佫老咧，你就会听着讲你拍伊讲台语，迄物件是最好耍的物件，但是就可惜迄时阵，互人禁用啊，因为是因无咧用啊。其实迄个技术嘛是，迄技术是别人用的啦，别人的聊天室，啊我掠过来用，但是后来伊无支援了后，我就无咧用，嘛无法度，我无算 DVD， 爱算嘛会当，但是搁看，无啥兴趣，我真正对狼人杀较有兴趣，龙鳞杀，听起来就是。合作的物件，我这边有啥物做伙邀哦，做伙邀，迄个叫咩 ？Stop Together， 佮有一个 Overcooked 嘛。我较少咧算多人啦，但是如果要算嘛，其实就是。迄个时阵我嘛咧想讲，若会当找在的人，算台语的人龙鳞杀，龙鳞杀拍，龙鳞杀一定袂歹啦，但是可惜无，在的人就困难的啊。如果一般来讲，你要掠在人，就困难。我无算啊。要算嘛会当买着那个。是无啥有兴趣啦，但是要算嘛会当。买落去。但是我这边也是爱甲你是毋是一点就是，你拍中文就好，拍中文，因为迄毋是台语。你即摆拍的物件毋是台语，迄是火星文。你若知影火星文啥物就对了。因为台语会当拍伊拍出来，但是问题是，因为咱即代无学习，所以变甲就难传承。是讲国小有教，但是国小教迄种是，咱即辈无学过啦。但是，所以咱这边无学过，但是国小有学，所以会一个断层。是大个甲讲，你学这要创啥啊？找无头路啥货，无效啦，伊就感觉无效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若有这种想法的时大人，就是伊的想法嘛无好啊，因对因家己的母语无认同，袂传承。所以就是要找迄种认同台语的人，认同台语的台啦，最重要。啊靠呀！啊干！啊靠呀！啊是。
不。因为我嘛是拄好有盈利去找着你。其实讲台语的台基本上无啥台咧讲台语，要全讲台语的台基本上，有一方面就是有一方面是无人甲伊抬杠，上大因素应该是这啦。就是爱知影对方讲，对方想要听台语，你才会使讲台语。啊，无等一个就一个香港人来啊。September 28th, daylight. The monsters have overtaken the city. 香港人讲你咧霸凌伊，但根本毋是啊，咱台语都无啥人讲啊，都一直讲这种霸凌。嘛，我知影嘛是讲耍笑，但是迄种感觉就足歹。你明明就知影咱明明就知影讲无啥人在讲台语啊，但是要要互香港人头说讲你咧霸凌我。